过来，咱要来讲哦，第五课，第五课是3个音哦，i a u， 读较紧的，就是变做腰，腹肚腰的腰，i a u，i a u，i a u， 就是腰。过来，这个后面有字，爱变做 o， 所以 o r e，o r e，o r e， 就是 y， 吼 y 哦吼 o r e，o r e，y 吼。来，这个头先咱有讲过哦，后壁有这个的吼，就是合喙 ，e r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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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吼，盐鸡盐猪的盐。这个呢后壁这个 n 呢，喙爱小开，所以 e r n 读较紧的就变做烟 ，e r n 吼烟吼。来，这个后面有字爱变做 o， 所以 o r n 就变做弯弯翘翘的弯 ，o r n 弯。来，这喙呢大开的哦吼，后壁有 ng 就是喙大开 ，e r n 吼央求甲人拜托 ，e r n 好来，第二字呢共款后壁有字爱变做 o e o n， 就是勇敢的勇哦。同款哦，佮讲一遍，这后壁有字盐，喙合开。啊，这呢这后壁有这个喙合开盐。啊，这后壁呢有这个 n 呢，喙小开烟。这个呢后壁有 ng， 喙大开烟。哦，好，多谢。